最近我哋工廠嘅小掛件咧又雙出新高度，每一件咧都細細粒，但係佢嘅雙嵌咧非常之精緻，貴精唔貴多，就喺度體現。我哋全部都係用冰種嘅料，呢一個葫蘆簡約大氣嘅扣頭，細節上邊咧令到佢咧好好嘅垂釣感，同樣係做一個簡單嘅托底，好有立體感。呢個光感係好好嘅一個翡翠，厚度好夠，平底鏤空嘅一個托底，用咗一啲大粒同埋細粒嘅鑽石嘅拼接，呢種時尚又高貴嘅款，好啱大家日常戴，到你大陸嘅一款。咁加上一個水滴形嘅扣頭，實心金嘅托底，佢亦都係戴上身好有生命力。錘形咧其實有好多款嘅，中意滿綠嘅就係呢一款滿綠嘅錘形設計。另外仲有一個水滴形嘅錘形，咁紫色肥嘟嘟嘅錘形嘅呢個福瓜，簡單嘅托底，再加上兩片葉子，佢就好靈動。如意裏邊嘅有一個錘形咧，呢個我係好推薦嘅，呢種嘅設計好特別，咁冰嘅一個種，佢戴上身好有大自然嘅嗰種靈芝如意感。有啲朋友話我中意戴黃色嘅呢一款，亦都可以考慮。一睇就知道彩寶嘅設計風格用喺翡翠上邊，用翡翠嘅溫潤，加上 K 金同埋鑽石嘅嗰種光芒，互相映襯，好精緻同埋貴氣。細細粒嘅款唔等於就容易食下，因為細細粒你對鑲嵌工藝同埋成個設計嘅要求仲會更高，咁樣先會突出成件貨。中意小而美嘅朋友咧，都係中意個性時尚或者係貴氣嘅，所以喺款嘅設計上邊一啲都唔可以輸蝕俾彩寶。如果大家有諗法嘅，喺評論區多啲同錢錢交流一下，你中意邊種款式嘅設計款？關注錢錢，請翡翠唔踩坑。